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来的梁国坚，大家叫我阿飞。我身高是183公分，体重是75公斤。我来台湾快4年了。当初因为我姐姐很喜欢吃菠萝包，她在台湾，然后她就叫我去学，然后我就学了，在香港学了1年，再过来台湾开菠萝包店。我们会比，怎么样？一直会比，台湾不会，台湾比较是吗？这不要问你哦，是的，是的。现在是不是稳定了？我就可能就找一些公司會合作，就是當你嘅 model。我間鋪喺東區，我每日嘅工作就係調配秘方、控管品質，我就係菠蘿包王子。你好，講廣東話。廣東話，普通話也可以。那你講什麼廣東話？大家緊張了一番啊！來台灣多久了？快6年，快6年了。他真的笑起來非常的可愛，然後又很有趣的感覺，剛剛笑到我都流眼淚了。你挺什麼兇啊你？喜歡踢足球的，踢了差不多10幾年吧，每一天都踢。在台灣每一次我踢足球的時候，我就很有快感，真的很爽，因為很久沒有試過有呢種感覺。一追蹤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來早不缺少。有了你，即使平凡卻最重要。30-27，第2回合29-27，第3回合30-27，總成績紅方89對藍方81，紅方梁國堅勝。好啊，熱烈嘅掌聲！